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叫 Lina May， 我係 Lina May， 我喺 New York 開咗珠寶店24年啦。咁呢就6年前開始喺 YouTube 呢度賣珠寶，一直呢就用國語直播嘅。然後我哋香港嘅朋友呢，阿 Polly 就話不如你都有時講下廣東話啦。咁我覺得都好有道理。咁呢就應該開始會一個星期會有2-3次咁呢就播粵語頻道所以請聽粵語嘅頻道呢就會請大家關注下啦。會係通過 Lina May， 我依家有4個頻道。第一台就係國語台為主啦，珠寶為主。第二台呢就以以藝術嘅嘢為主，收藏同藝術同埋我自己平時嘅個人嘅信息為主。第3頻道就係依家呢個頻道啦，呢個頻道呢就專門做 close out， 即係專簡陋啦，簡陋啲有啲嘢講國語用中文表達唔到用廣東話表達唔到。依家既然即係大家提議，咁我間唔中都會播中文廣東話香港嘅朋友就可以訂閱啦。OK， 請訂閱。咁我哋呢就喺 New York 做咗24年啦，24年珠寶啦 Lina May OK。咁然後呢就喺 YouTube 直播都播咗6年啦，所以我哋好多客，好多香港嘅朋友，香港嘅客，所以阿 Polly就話不如你都整個粵語台啦。咁即係依家就嘗試下喺3號台，就一個星期會播1-2次粵語咁啦。OK， 其實我哋喺 New York 做咗24年，24年，我哋一直咧都有主打一個係叫做 close out， 即係譬如就依家播緊呢個就係 close out 啦，即係普通珠寶就係咁，最早期咧就工廠做出嚟就最時尚嘅珠寶咧，咁就喺市場流通，啲廠商咧攞住去做展覽啊，做 show 啊，或者賣俾大公司啊，咁後期即係賣咗嗰啲剩低落嚟嗰啲咧，咁佢需要做第二批貨，呢批貨咧就要全部清倉，所以就好多時係非常之就淨係要材料價，即係唔要嗰個。甚至有時係比材料仲要平嘅 ，OK， 就係唔要嗰個加工費啦、行政費乜費都唔要啦，淨係呢個就係叫做 close out。所以我哋喺 New York 做咗咁多年，好多時候咧就係有好多 close out 嘅嘢close out， 即係工廠要即係依批貨要處理啦 ，OK， 佢需要資金回流。需要做另外一批貨啦，咁就我哋呢個系列係賣得最好嘅，賣得最快嘅，因為國語叫做麵粉比麵包貴啊，麵粉比麵包貴，即係你材料都唔止呢個價啦，係咪？你好似呢個咁，我哋依家打65折優惠大家65折，其實你材料係買唔到嘅，14K 8.4克。鑽石2卡拉82，呢個因為第一次做粵語頻道粵語台，所以我特登精選呢啲等大家咩啦，吸引下大家吸粉價，請大家訂閱頻道，一定要訂閱我哋呢個頻道 OK。咁然後我哋源源不絕咁送上粵語嘅台啦。都好多謝 Polly 嘅建議，我哋嘗試乜都嘗試。珠寶咧就今日我第一個就係發 close out， 第二個咧就珠寶有個系列咧有好多種嘅，有古董珠寶啦。古董珠寶大家知道歐美市場最多噶啦，所以我哋經常會有古董珠寶。第3咧就回流珠寶，回流嘅意思即係我哋講以藏養藏，即係譬如買咗戴咗一排啦，唔想要啦，唔想要咪出嚟賣啊！阿黃太咪成日咁咯，咪係咪？咁就叫做回流珠寶啦。OK， 咁回流珠寶有個特色都係好平，即係好平，佢中意平賣，蝕幾多都冇問題，甚至包括阿龜媽係咪？佢都蝕幾多冇問題，佢蝕得開心係咪？
佢蝕好似回春單咁，佢喺買賣過程中佢蝕，但佢開心啊！好似佢自己琴日講得嗰句，佢好似佢春藥咁，對佢嚟講係很好補回春單，即係好似佢係對佢嚟講係一個，即係每人做每樣嘢都係有佢嘅目的啦，係咪？當然冇可能每個人都係為咗錢嘅，係咪先啊？最終嘅目的都係為咗開心，錢嘅目的亦都係為咗開心。所以龜媽咧，咁佢咧就蝕都好開心，因為過程中佢係好享受嘅。回春丹係人真係有好多種㗎啊，所以就仲有一種係能量珠寶啦，譬如即係寶石啊，你需要增加桃花運啊，咁你咪帶就係帶紅紋石咯，即係你需要咩能量啊？好似你話膽小，你咪帶老虎眼咯。即係珠寶係好多種類嘅，最時尚嘅，譬如我哋最近賣得最好嘅就係嗰個 Ling 啊，即係我就叫佢哋我哋最佳男主角、女主角系列，但係呢個係Tiffany 嘅 Ling，其實亦都唔算係 Tiffany 嘅 Ling，係嗰個歐洲咧就好中意呢種款，因為係一種 Ling，係代表一種力量感，所以就係我哋有好多種嘅啫，就係嗰啲係時尚珠寶，最啱新鮮出爐，就冇可能話 close out，因為你 close out 嘅意思起碼都佢放喺佢嗰度半年賣唔到啦，佢先可以 close out，係咪？因為如果你啱啱出嚟啲廠商咧就會帶住佢啲珠寶全世界去參展啦。我哋知道有香港珠寶展啦、JCK 展啦、杜拜展啦，以前瑞士都有展，好似瑞士呢個展咧就首先佢哋全世界咁帶去展咗一年，可能嗰樣嘢唔係咁受歡迎喎，咁佢就要 close out 啦，所以就係 close out 嘢係一個好大嘅市場，所以我哋係做咗好多年 close out。好嚟啦，介紹下啦 ，OK， 粵語頻道請大家訂閱啊！大家有興趣買呢啲嘢嘅朋友咧就首先訂閱啦，第二咧你就有興趣就加我哋微信，加我哋客服微信，呢個係我嘅微信。如果你有嘢賣嘅話，你就揾我。我咧就每年有4次到香港嘅，3月、6月、9月、12月，所以香港嘅朋友係好方便嘅，非常之方便。OK， 所以香港、澳門嘅朋友都非常之方便。粵語頻道啊，好，今期咧我就精挑細選啦，呢啲就係65折啊，65折非常之超值。OK。嗱，你市場上依個正價都賣唔到嘅，依家我俾大家65折。個程序就係如果你中意就截圖，然後發俾我哋嘅客服啊，正確嘅程序係咁啊，所以就我哋香港都好多朋友65折啊，個重量咧就係7.6克14K， 呢批鑽石特別靚嘅32份啊，非常之靚，65折啊！精挑細選啦，因為第一期啊嘛，第一期粵語頻道，我依家要寫第一期咁啦嚇，粵語頻道第一期，1卡50，非常之閃啊，非常之閃，3.3克啊！閃爆啊！有一個大一個細，好似呢個就細啲，所以我就希望盡量咩啦，大家粵語頻道嘅朋友，對邊個特別想播邊啲就請同我講啦。嗱，呢啲65折真係平到咩咁啦，係咪？你邊度都買唔到嘅，係 school 呢個托都係個 schooling 嘅托。依個睇鑽石，總之就性價比高啦，我哋就係好抵啊！8.7克鑽石1卡50 14K， 精挑細選就唔係好長，應該係15-16寸啊，就係唔係好長。2.9克。哇！公主方石好靚 ，Invisible Setting 無邊霜啊！
哇好大粒，中間好大粒馬眼，重量4.8，鑽石1卡3，65折啊！哎呦，個後邊都好靚，後邊都有鑽石，好特別。65折，1000零蚊，幾大體啊！中間個馬眼，哇！呢啲都好抵啊！卡幾石1卡09，3.4克，65折。其實呢排啲金價都升咗好多噶啦，不過呢個開台之作，即係粵語頻道開台，所以就特登399嘅65折真係好抵喎，14K 2.8克，低過金價啦。呢個應該係 Tanzanite 坦桑石啊，4克，OK， 哇好閃，鑽石40份，坦桑石大概係卡幾咯，哇好正，65折真係好抵啊，14K 鑽石88份，今日係8月8號啊，3.4克，對，係啊，好多謝大家，大家有咩提議呢？我都盡量會好認真咁去咩嘅。呢個Tourmaline 碧璽65折2.4克，70份石3克，真係好抵嘅。OK，即係為咗粵語台正式開播65折，粵語台第1期，記得大家訂閱頻道啊！一定要訂閱頻道啊！我哋源源不絕咁送上。即係開始呢，就我要睇反應，如果反應理想呢，咁我就會做多啲粵語台。最緊要大家支持啊！65折，哇，好抵啊，好抵啊！紅寶石心形，哇，3.9幾克啊，3.9克，抵。即係香港咧就唔會有呢啲價錢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香港首先個屋租好貴，第二咧如果嗱 close 手淨喺美國嘅，香港嗰啲廠商啊唔會平價賣俾香港人，就賣俾美國人 ，OK？ 因為美國市場同香港市場係唔一樣嘅啊。65折3.4克啊，所以你喺香港係唔會見到呢啲價錢，絕對冇可能嘅。OK， 其實好多貨都係香港，但係佢哋唔會賣俾香港本地嘅人咯。啊，60份鑽石2點幾克啊，好抵啊，超抵啊！3.4克，全部好閃爆，呢啲鑽石咧接近1000蚊1卡㗎啊！因為其實就係呢個我哋麵粉比麵包貴嘅意思就係咁，麵粉比麵包貴啊！你買麵粉，你如果買材料，呢個價係做唔到嘅，肯定做唔到，因為呢啲2.9 OK 2.9，你其實金價依家130蚊1克，2.9金價都要差唔多400蚊啦，係咪？咁你仲有鑽石咧？咁你依家65折幾多錢啫？係咪？即係肯定係低過咩㗎？肯定係低過麵粉比麵包貴嘅意思就係材料。如果你買材料係比成品貴，因為呢個係資金回流套現啊。65折啊，3點，所以我粵語台第一次播就都係以我哋最強項，就係麵粉比麵包貴嗰個系列嚟做嘅65折，重量係4.8啊，鑽石同埋呢個 Aquamarine 14K 45份鑽石
1.8克。嗱，鑽石咁閃爆，都係可能500蚊到，你睇幾抵啊！嗱，就係依啲啦。嗱，我哋就咁計，7.9克，即係淨係金已經1000蚊、千幾蚊啦。OK， 130蚊一克。依家就鑽石1克啦，65。OK， 你睇依啲鑽石都起碼都600-700一卡㗎啦，咁你計下啦，係咪？肯定係好抵嘅。麵粉比麵包貴啊，就係我哋嘅最強檔啊！呢個 sapphire 啦，藍寶石、鑽石，重量係4點幾，65折，即係呢啲唔使諗啦，就即刻賣咗，即刻會賣嘅，因為我哋嗱，好似我哋就成日講人哋話有生意有淡季定係旺季，我哋冇旺季亦都冇淡季，只要我有揾到好嘅貨，比市場平好多又靚嘅貨，就係旺季啦。2.8，如果揾唔到靚貨就係淡季啦，所以對我哋24年嚟講都係咁。有靚貨就係淡季，就旺季；揾唔到靚貨就係淡季啦。所以我哋每一種都有佢，係咪？即係所以有貨啦就咩啦，就肯定知道肯定賣。好似依批肯定我一播出嚟即刻會賣一半嘅。OK， 我好有信心嘅，因為麵粉比麵包貴嘅意思就係材料都比成品貴。你買材料2.9 OK。2.9你淨係金價都要400蚊啦，仲有鑽石咧，仲有人工，仲要行政費，係咪？所以就係請大家訂閱頻道啊！我哋喺紐約已經做咗24年㗎啦啊！咁就呢個係我哋客服嘅微信，你加我哋客服。反正依批貨一半會賣出去嘅，肯定呢個我係絕對有咁嘅信心，因為麵粉比麵包貴，即係材料都賣唔到呢個價嘅65折。OK， 多謝大家，請大家訂閱頻道啊，記得訂閱頻道啊！